百姓中的特族啊，恁就将权能荣光归乎耶和华，归乎耶和华，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耶和华，带礼物来入伊的院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圣诞恭喜！这条请咱来起立来吟圣诗178首，请咱起立圣诗178首，愿爱上帝圣殿，请咱来吟全首。请坐，请咱三甲额头同心来祈祷。主编正堂满满灵敏甲稳定的阿伯伯上帝，愿满心感谢你。伫这个少年圣囝上帝道成肉体降世做婴仔，为着拯救世间人对罪恶中得到透放顶头生的节期。完整领受恩典，信靠真话，上帝兄弟姊妹，用敬虔感恩的心，聚集伫你的施恩宝座前，三甲吟诗感谢，学罗你的疼痛怜悯甲救赎的大恩典，谢念你的拯救，像清早的日光对悬悬的天顶临到伫阮，要照光坐伫黑暗中死荫内底的人。将我的脚引带到伫平安永活的道路。阮伫这个欢喜快乐神圣的节期中，也要献上礼物伫圣囝上帝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像如东方朴素献上黄金、乳香、木药礼物同款。尊荣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将荣耀、尊贵、威严归伫白囝圣神三一上帝。亲爱的天父上帝。回顾过去一年伫肺炎、瘟疫、猖狂、惊人日子内面，你保守照顾阮，伫台湾国土内面的百姓免受到肺炎病毒的灾害。阮搁一摆深深感谢你，
你所想事的平安，远远超过世间人所会通互阮的平安。你为着听你的人所预备的奇妙甲福气，是目睭袂捌看见，耳孔袂捌听见，心内也袂捌想过。伫过去一年中间，你的恩典，亲像由缀伫阮每一个人的行踏生活路途中，愿军队主耶稣对圣经入捌主耶稣的一生甲言行教示，学习背主的担，保主耶稣的宽恕，伫目房内面祈祷，接受圣灵的光来照阮、启示阮，顺探上帝的教导，诚心认罪悔改，赦免别人的过失70个7遍，维护阮甲上帝、甲别人合宜的关系，分享福音好消息，关怀接纳志美的困苦人，伸出关怀的手，行出实际听心的行动。伫教会中聚会交陪，三关心、三帮赞，阮所拄着做一代志，是大是小，是好是歹，是目屎是笑声，是心内的艰苦代志，也是及时伸手帮赞别人的代志。你拢甲阮三甲伫地，你拢无放杀阮，你拢赏赐阮对安尼经验伫主内面平安丰盛的生命，甲信心、愿望、仁爱。阮深深感谢你，恳求救主赐落灵敏甲智慧，拯救全世界各所在，伊原受着看袂见的病毒传染破病甲死亡的人民，也互世界各国真正提出有效力的行动，来减轻地球表面大气圈烧热化的负担，互地球恢复冷却甲风调雨顺，减轻气候极端变化所带来的物种消失甲严重的天灾地变。阮来恳求公义真理的上帝，引起世界民主正义的国家团结做伙，举起正义的来剑，消灭迄个骄傲自高、爱斗争、爱欺骗、偷摕、爱吞踏人民、监视控制人民、活取人身体器官、迫害种族甲基督徒、拆除烧毁礼拜堂、乌白改圣经，也想要做世界皇帝的共产匪徒甲因的豺狼走狗，互世界真侪和平的新世界，互台湾真侪国际上受尊敬、有尊严的国家，互福音甲听筒遍传台湾各角落，真侪世界的祝福。阮的祈祷无够额，阮来用主耶稣所教示的祈祷，三甲出声，同心来向你祈祷。愿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伫正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。愿的日时应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，无着带阮入地狱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这条，请咱来用启应文三甲来启应。伫圣诗后边，启应文第28篇，诗篇139篇第42页的所在，我来启，请咱大家三甲来应。耶和华，你已经监察我、捌我。你对远知我的念头，
我一切所行的，你也亲知。你伫我的前后为我，即款的财物奇妙，我袂会测度。我要去倒落闪避你的神。我若上天，你伫遐；我若踢开清早的室，就若伫遐，你的手也袂引带我。我若讲黑暗要压砍我，就黑暗也袂会压砍我，互你无看见。黑暗暝亲像一时发光。上帝啊，你的意思对你我较遮宝贝。我若要算伊比海沙较济。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我的心思。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？即条咱要请小乐队引带咱来唱学乐。当时，该撒阿古斯都有说教，命令全罗马统治的世界，户口无查，每一个人拢着转去伊的本乡办理户口登记。因为安尼，消息就对家己的哪些城去到犹太会的台北城，名叫因为伊的姓系是上帝内面的根，伊要甲所聘定的玛利亚做伙去登记户口。当迄时玛利亚已经有生。因伫遐的时生产的时到了，玛利亚就生一个头上囝。伊用布包伊，搁互伊伫马祖里，因为客馆无房间通互因。心中可能对地产风的风，阴影小大波的响，噜嘞噜嘞噜，啪啦啪啦啪，阴影小大波的响，罗罗万风的风。光辉玛利亚，心行心路好过路家，咱着本相。
住伫山里，眠是手肩顾因的羊群，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，主的阳光为雷照因，顾羊的大惊。天使甲因讲：无你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互百姓拢有份。因为今仔日伫台北的城，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，就是主基督。忽然有侪天兵甲迄个天使三甲伫地，阿老上帝讲：伫极悬的位，阳光归伫上帝，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。顾羊的赶紧去，找着玛利亚甲约瑟，佮看见婴仔困伫座呢。因看了后，就将天使所对因讲这个婴仔的事报互人知。
听见的人拢奇怪各样的所对因讲的事。各样的道去，为着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就是天使所对因讲的，归因跟阿罗上帝。请咱三甲来共读两位的圣经。第一位的圣经是记载伫约翰福音第3章16节。现代中文译本是149页，第二汉语本是106页。约翰福音第3章16节，上帝遐尼疼世间人，甚至赏赐伊的独生子，要互所有信伊的人无得到灭亡，反倒得到永恒的生命。第二位的圣经是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。现代中文译本是163页，第二汉语本是118页。第10章第10节安尼讲：盗贼入来，无毋是要偷、要刣、要毁坏。我来的目的是要互恁得到生命，并且是丰丰富富的生命。圣经以上这条，咱要请咱敬听的主任牧师来传讲上帝信息，生命中上重要的等候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圣诞节的庆祝礼拜，愿荣耀归乎上帝。因为咱也伫这个大降节期，所以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生命中间上界重要的听候这个题目。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拢有真侪渴慕，真侪期待。咱也拢咧听候一寡好的代志，伫咱的身躯会当发生，会当降临伫咱的身上。有人期待经济会当较好的，有人期待会当地位会当较悬的，有人期待身体会当较健康的，有人期待全家会当平安。做学生的期待成绩会当较进步。所以伫咱真侪咧听候的代志。
中间，其中有3项上界重要的代志。这3项上界重要的代志，也是主耶稣基督降生所带来，互咱上界宝贵的礼物。牧师要甲大家来分享，咱爱用敬虔的心来领受。要领受上帝话，亲像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来提醒阮，透过你的话来互阮明白你的心意。主，今仔日是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，阮伫你的面前谦卑听候，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会当透过你的话。互阮的心灵得到真实的透放，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生命中间上重要的3项听候。第一项听候就是每一项拢咧听候救赎的恩典，每一项拢期待会当得到救赎的恩典。咱出世伫即个世间，活踮伫即个世间，如果只是为着埋怨死亡，安尼生命减是一点仔意义也无，安尼咱的生命敢是一点仔愿望也无。如果死亡真正是生命的结局，安尼是偌尔啊可怕的一件代志。感谢上帝，伊有差遣独生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。互咱久长听候迄个救赎恩典，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世上。其实咱对旧约圣经中间，咱会当看见，伫一世人因伫生命中间嘛有一种听候。咱若对以赛亚第9章的6节到第7节有安尼讲，有一个婴仔为咱来生，有一个囝赏赐互咱，伊要来统治咱。伊要被称作奇妙的导师、全能的上帝、永远伫地的爸，甲和平的君王。所以，伫以色列人因的价值观念中间，因咧听候一个会当拯救因的救主。这救主是有几种身份，就是奇妙的导师，是全能的上帝，是永远伫地的爸。是和平的君王，因期待这个君王来带领因得到一些人的复兴。到新约圣经的时阵，咱也看见到，假设的约翰，伊伫家国中间听见关系基督的工作，伊就派伊的门徒去见耶稣讲，伊就是约翰所讲的，迄个将要来，迄就是阮爱听候另外一个。所以，咱明白的当时阵，因听候一个弥赛亚，一个救世主来拯救因。耶稣基督的降生，拄是成做咱救赎恩典的创造者，也就是伊为咱带来真实的救赎恩典。所以圣经安尼讲，上帝遐尼疼世间人，甚至赏赐伊的独生囝。要互所有信靠伊的人无至到灭亡，反得到永远的活命。所以这句话咧安讲，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会当伊的人生的结局，毋是死亡，毋是灭亡，是永远的活命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耶稣是为着救赎恩典来，耶稣毋是简单。为着某一寡特定的族群来，伊是为着所有的人来。只要相信伊，就当得到救。有一本册，伊的名叫做《如果若无耶稣》。这本册伊写讲，如果若耶稣无来到世间，这个世界会完全甲今仔日完全无共款。伊提起着，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。为着人的生命价值带来影响，以及伊影响着人对颂扬人的看法，对教育、对言论自由、对科学、对经济、
对家庭、对健康医疗、对道德、对艺术甲音乐，拢有真大影响。这本册咧强调，如果若无耶稣，这个世间变成做无法度想象的败坏。伊强调耶稣是为着这世间来，但是咱有哪爱真知，耶稣来带予这个世界极大的改变。但是上界重要的，伊是为着咱所有原本底无仰望的罪人，带来拯救的道路，互咱真做有仰望。所以圣经安尼讲，上帝遐尼疼世间人，赐了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，要互所有信靠伊的人无地到灭亡，反得到永远的活命。第二项，咱要分享的就是讲，咱生命第二个上界重要的渴望，就是对疼的渴望。咱确实是生活伫一个欠缺真的疼的世代。如果你若拍开报纸一看，有真侪家庭的悲剧，有真侪社会问题，拢是因为欠缺真的疼。咱昨伫台湾上界大的一个新闻，就是咱有经过公道，决定4项代志。搁另外一个上界大的新闻吼，我相信恁大家拢有看到吼，是啥物代志？吼，是有一个艺人，伊的婚姻出了问题，吼。这诚做真大家真注目，为虾米会遐尼注意？吼，因为因伫8当前结婚的时阵，大家看因哇，这是真速配的一对吼。两个人拢真生得真水真有才能吼，看起来是真速配。两个人嘛表示真相疼，但是咱对咱因的代志，其实咱外人咱无法度去评论。但是对因这个事件中间，咱会当了解一点，就是人的疼真正真有限，人的疼真正真软弱，无法度经历时间的考验。因为咱是用人的疼去疼别人的时阵，就无法度去体验维持迄个真久中间的关系。所以，如果咱来去问这世代的人，因上界欠缺是啥物？我相信真侪人拢会讲，这世间人欠缺真的疼。真侪儿女较无父母的疼，真侪父母较无儿女的疼，真侪做人的某的较无丈夫的疼，真侪丈夫较无做某的疼。所以，这个世间人真正欠缺疼。今仔所读的第一段经文讲，上帝遐尼疼世间人，甚至赐了伊的独生囝，要互所有信伊的人无地到灭亡，反得到永远的活命。所以，这互咱真实明白，这点出这段经文点出圣诞节上界重要的一件代志。耶稣降生的目的，就是因为上帝疼世间人，伊是为着真的疼来。上帝遐尼疼世间人，所以伊将伊的独生囝授赐互咱，互咱对耶稣基督的身躯去体验到什么会是真实的疼。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伊甲咱分享对上帝遐来真实的疼，互咱去体验到什么叫做牺牲的疼。所以圣经中间安尼讲，这就是疼。毋是咱疼上帝，是上帝疼咱。找了伊的囝，为着咱牺牲，赎了咱的罪。所以，如果咱伫圣诞节期的时候，咱当默想思考，咱将咱的心拍开，互主耶稣基督的疼进入咱的心，咱也会当去体验到主耶稣迄款无私牺牲的疼。那安尼，咱就开始学习安怎用这款的疼来疼别人。每一个耶稣基督的学生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拢应该安尼做。咱看见到这款的疼，
如果乃当运用伫基督徒的身躯，伊就当带来真大真大的祝福。咱看起着早期的宣教师，因拢是带着满满来自耶稣基督的疼，甲咱也毋捌真理的人分享福音。今仔日我要甲大家分享一个宣教师的故事。今年是2021年，甘伟林牧师，伊是伫1921年过身，所以今年是伊过身100周年的纪念。伊是1841年出世，1921年过往。伫即个伊人生中间拢总有80岁的日子，但是伊总共有46冬伫台湾服侍。所以，伊将伊的生命的超过一半的时间，拢奉献给台湾。这伫宣教书中间吼，这是第2句的吼。第1句的就是巴克的牧师伊来台湾60冬吼。第2个就是甘伟林牧师46冬。甘伟林牧师伊伫少年的时阵就真有迄个冒险的精神。伊30岁志愿成做宣教师。伫1871年，就是31岁时，伊受到英国基督长老教会的差派来到台湾传福音。伫1871年12月初10，伊来到高雄的基丁，然后来到台南的所在，伊拢用伊的脚咧行路传福音。迄个时阵，迄个时代，伫1871年，迄个时代，咱台湾交通无遐尼方便，伊拢是用差不多用伊家己的脚行遍全台湾。因为伊有真有冒险的精神，所以四界拢去行。对，特别是中部的台湾，伊差不多是用差不多行遍。伊是第一个到日月潭的外国人，所以伊将日月潭来号名叫做甘孜四湖，这是用来纪念第一位来台湾的荷兰的宣教师。而且伊毋是干那伫台湾传福音，伫1886年，伊甲郭俊明牧师的阿公郭长做伙将福音传到澎湖。伫台湾的旅行传道的过程中间，伊发现伊拄着真侪只失明的人，视障者。其中伊伫白河拄着一个人叫做文王，伊发觉讲，这文王伊连目睭鳞都拢无去，所以伊就问讲，你是生来就失明，还是后来较失明的？文王来讲，我原本都是看有啦，但是阮地方有一个恶霸，这恶霸专门欺负人，伊若看袂顺眼的就来欺负，伊就拢叫伊手下，大家伊看袂顺眼的人压制伫涂骹，然后把伊目睭鳞来挖出来，所以因连目睭鳞都无。甘牧师来问讲，像恁即款人差不多有偌济？伊讲差不多100外个。当时阵即款的人，就是拢无人来关心。这人失明了后，就失去工作的能力，只好做乞食或者是算命来维持因的生活，因为根本都无人来关心即款的人。伊看到即款的情形，伊引起伊真大的同情。所以就开始去了解视障者伫当时台湾的社会的处境，所以伊毋是干那了解尔，伊就想办法要起来帮衬，所以伊就做几件代志。第一件代志就是伊引进迄个碰力的就是讲凸字版的课本，或者失明的人会当靠着网来捌字，捌字了有知识，会当学习。都有家己无声的能力。第2项，伊个鼓励，伊个设立一间盲人的学校，而且伊感觉讲，若用教会能力来设立可能无法度维持真久长，影响也无法度真快，所以就毋茫用官方的方式，当时是日本政府来统治，伊就
去考劝日本政府来设立这官方办理的这盲校吼，就是咱今仔去台南吼，咱知影有一间，即马是属伫迄个台南大学，叫做启聪学校吼。这是咱台湾第一间特殊教育的学校。咱看到有这图内底吼，有伊当时引进的一寡教具来帮助这失明的朋友，吼会当来学习。另外，伊也拍拼为着这失明的朋友找工作的机会。伊认为讲，失明的人虽然有一寡无方便，但是伊有会当做一寡工作，会当做一寡较轻松的手工，所以伊主张教会会当。甲这失明的人会当织袜啊，吼，无就用迄织这个草帽吼，家枝啊，这物件帮助失明的人会当做小生意。但是伊认为失明的人有一件上介好的代志会当做，就是做传道者。吼，因为虽然看无，但是会当传讲，来训练了，会当做真好的传道者。咱看见着伊伫台湾工作46冬，伊家己真勤俭，但是对着台湾的教会，伊是真慷慨。举一个例啦，伊其实迄个时阵，伊大部分的收入伊拢大部分拢奉献互教会。举一个例就是讲，当时阵破主教会嘉义的破主教会要建堂，伊奉献50块啦。咱想讲奉献50块无偌济但是迄个时阵。破主教会，我们的人做礼拜堂一档5块啦。一档5块的时代，伊奉献50块，互因建堂。咱毋知伊像即款的代志，伊有奉献偌济间教会，咱无清楚。但是咱只是知影讲，伊后来退休回去英国，结果家己无厝，爱睡厝大。所以就是咱咧讲。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疼，就是种牺牲家己的疼，去满足别人的需要，伫别人的需要顶面看起家己的责任，迄种的疼的时阵，这宣教师就是用这种疼来分享互台湾的百姓，将福音传互台湾人，就是看家己，看无家己，看别人的需要较要紧。所以，因真正是学习耶稣基督分享听的人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咧过圣诞节，咱来明白圣诞节就是爱去实现上帝的听，这着咱彼此相听，这着咱去听四周围的人，的一个真重要的节期。真侪人咧过圣诞节，拢爱营造一个真好的过节的气氛。咱会装头了真水，彼此送一寡礼物，表达关怀，这种真好。但是实际上，这无去忘掉迄个圣诞节的核心啊！咱咧过圣诞节，更加应该将分享听来做圣诞节上介重要的工作。虽然人伫教会中间分享听，我知影真侪团契小组，即马拢咧做准备，都是利用圣诞节。来做一个报道的机会，咱邀请咱的朋友，也袂认捌耶稣的朋友来到教会中间，咱能借着这圣诞节期间分享来自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咱嘛当去关怀遐弱势者，像比如讲，从社青牧区，因就去到咱的社福中心，甲遐需要的人做伙庆祝这个圣诞节。所以圣诞节毋是咱家己快乐，家己自餐，真欢喜安尼那尔。圣诞节是一个分享听的日子，咱嘛爱让伫教会外面分享听。咱常常讲，咱的教会爱成做社区的祝福，咱个人爱成做别人的祝福，别人的题材。安尼就利用圣诞节这个时间，咱三甲来分享听。这是第二个听候耶稣除了带来救赎的恩典，伊也带来真实的听。耶稣佫带来第三项代志，就是伊要为咱带来丰盛的生命。
咱拄则所读的第2段经文，耶稣基督安尼讲，伊讲出来无非是要偷、要杀、要毁坏。我来的目的是要互因得到活命，而且是丰丰富富的活命。耶稣宣告伊来的目的，就是要互人得到丰盛、丰富的生命。其实伫圣经中间，咱看见到，若甲耶稣基督接触的人，伊若接纳耶稣基督的信息，承认耶稣是伊的救主的，因生命拢得到改变。比如讲，撒该就是一个真好的例。撒该原本是一个去抽象的，也是人拢真讨厌伊，因为伊拢常常咧剥削者的伊的同胞。所以人无爱撒该，但是当撒该拄着耶稣了，伊听耶稣的话，伊改变了，伊成做一个分享的人。所以伊的人生有180度的改变。咱看去使徒保罗嘛是同款，保罗原本是一个迫害基督教会的人，但是伊拄着国外耶稣基督了。伊生命180度转变，对一个迫害教会的人，才做一个传播福音的人。毋单单是伫耶稣的时代，伫历史上每一个时代拢是安尼。既然拄着耶稣，接纳耶稣，承认耶稣做救主的人，拢是安尼。拢会因为耶稣基督生命完全改变，对自私的生命变成做丰盛分享的生命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耶稣是为着互咱得到丰盛的生命来。如果你若愿意受伊的吸引，伊会为着你的人生带来不平凡的改变，互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拢变做有意义。什么会是有意义的生命？我最近咧看贾伟牧师伊的故事，伊的传记，其中我看了一段，我心中真感动。贾伟牧师咱拢真清楚嘛，伊是本身是牧师，伊也是医生，因为伊少年的时阵受到一边破病，受到上帝的拯救，伊感觉伊爱用伊的生命去回应上帝的呼召，所以伊就家己奉献家己，成做牧师。但是伊另外一方面，伊也感觉医疗团队是真好，所以伊也去受医学的训练，做一个医生。所以当时有医生甲牧师的身份。当时阵伊除了家己伫南投的诊所以外，伊阁负责利林个埔里，以及伫台南一个北门乡的北门市的一个诊所。特别北门市这诊所，伊是甲王金和医师做伙合作，叫做免费的诊所。因为当时阵北门迄个所在人因为迄个食地下水的缘故。所以，拢会生一种病叫做乌卡病，需要外科医师去替因处理这个手术，来医治这个病所以贾伟医师伊就是差不多每一礼拜，伊拢包计程车对南投的所在，差不多坐2-3点钟的车来到北门市的所在，替遐个病人服务。而且是免费的服务。我看到这个记载讲，一对新学生，因做伙去北门市去遐服侍，拄着贾伟牧师。其中有一个年长的新学生，就对学弟讲这贾伟牧师伊是牧师以外，伊个是医师因就感觉有一个问题，就去问贾伟牧师啦，讲你做医生应该赚真侪钱为什么你阁要做牧师？而且每一礼拜拢爱来遮做免费的工作，无法度赚钱的工作。伊讲，因当因问贾伟牧师这个问题了，贾伟牧师无回答因，只是带因去病房。因看见着贾伟牧师就哭咧，每一个病人来握手，然后看因手术了的这个空喙到复原一间一间病房安尼顺了，行出病房了，行到迄个北门市教会的中庭的时阵，
贾伟牧师才真严肃对因讲，因讲做医生当然会当趁真侪钱啊，趁钱并毋是罪恶，也毋是啥物无好诶代志。伊嘛讲，基督徒应该爱认真好好来趁钱，但是毋通袂记住，趁了钱是为着啥物？趁钱虽然重要，但是更较重要的是安怎用趁来的钱帮助家己活了更较丰富、更较有意义。这点才是重要。毋通互金钱限制你原本的真开阔的心，也毋通互金钱束缚，互你无法度往理想前进的勇气甲气力。也千万毋通因为想要趁更较侪钱，互家己坠落。伊讲，一个人如果过了富裕的生活，袂记得有送养人伫身躯边，安尼就会互人袂记得上帝祝福的意义。伊讲，我来这个所在做免费的工作，其实是对这病人咧学习。伊讲，我看见着这病人因伫遮尔大的苦难中间，抑阁认真活着，甚至想要赶紧来恢复健康，趁钱来维持家庭的需要，互厝内底的人会当生活落来。这才是生命中间上界可贵的所在。我比因较好运，我生活条件更较好，我就应该爱更加认真工作甲生活。伊讲我做医生，厝内底开诊所，确实是比一般人收入较好淡薄。我来遮做义工，是等于是付学费来学习实践圣经的教导。伊讲伊来遮服侍是付学费来实践圣经的教导。我看伊的这段记载，其实我是感受到讲，一个亲像贾伟牧师这款上帝的罗卜，伊明白伊人生中间应该安怎做，安怎使用伊的文字，甲上帝赏赐伊的一切，来荣光上帝，互伊的生命更较丰富。所以在人看，这虽然是做工人，但这总是互伊的生命的丰盛起来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伫过圣诞节的时阵，咱看见着今仔日伫台湾社会中间，要真侪人，也无明白即个会当为着因带来真实的疼、救赎的稳定、甲丰盛生命的耶稣。所以，咱即个时刻更加应该爱用咱所领受的疼，咱被改变的性命，用被救赎的身份去传扬这份会当互人得救的信仰。愿上帝帮助咱过一个有意义的圣诞节，咱同心来祈祷。神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帮助阮明白你的话。阮感谢你透过主耶稣基督带来救赎的恩典、真实的疼，以及丰盛的生命。阮也恳求主你帮助阮使用阮所领受的这个，成做别人的祝福。透过安尼来荣光你的名，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煞接咱要甲圣歌队三甲来翻唱圣诞歌，那么朱安美老师会指挥咱做伙甲因唱。爱
接着咱要用奉献来继续咱的礼拜。这样。
请咱起立，咱同心来做奉献的祈祷。感谢天父上帝，听阮的主，你的听从甲恩典带来丰盛的生命。愿用感恩敬虔的心献上金钱、时间、生命，甲时时为你来做的大细项大好事。愿你甘纳，请做圣工的路用，荣耀你的圣名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这条我来做几点的报告。本主日咱点到分享式蜡烛代表仁爱，互咱用认罪悔改，心中充满感恩甲疼来迎接主耶稣基督的降生。本主日也点到白色的蜡烛，代表耶稣，互咱用疼甲感谢来欢庆主耶稣基督的降生，并因为主耶稣基督赏赐咱的真平安甲真自由，互咱活着搁较有信心甲盼望，真做主的见证人。第二点，本主日第三场礼拜，咱感谢朱安美老师指挥圣乐队吟唱做诗歌，以及魏嘉玲老师、蔡玉田老师、李伟手中敬拜美团所组成的结情乐团，还有李实体长老张辉长老娘的朗诵，带领咱做伙三甲来学乐，庆贺咱的主耶稣基督的降生。过来就是有平安年圣诞乐，时间是12月24日，即礼拜五暗时7点半，咱伫10楼遮的礼拜堂，咱有做条的圣诞的歌曲，也有真侪即个表演甲合唱吼，咱做伙请咱兄弟邀请亲朋好友甲无道友同齐来欣赏即个圣诞乐，享受平安年的真平安。具体关怀，恭喜本会会友段燕婷，就是柯淑玲姊妹的公主。为以前抗日伫12月11日欢喜得到后生，愿上帝眷顾新生儿甲全家。第二点，本会会友朱夏返乡姊妹，就是朱世辉遗书兄弟的母亲，伫12月初5安息主怀，必定伫12月28日后礼拜二。顶晡10点半，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永楼3楼紫美一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，请兄弟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第三点是本会会友严志安弟兄的老爸颜春琪兄弟，伫12月初10安息主怀，已经伫12月17。拜五伫高雄举行告别安葬礼拜，请兄弟关心甲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本会会友花金泉兄弟伫12月15日安息主怀，请兄弟关心甲代祷。定伫12月24日，即礼拜五顶晡8点，伫台北第2殡仪馆。至善一厅举行入殓火化礼拜，下晡1点伫本会7楼的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。请兄弟关心甲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
续接是儿童合唱团的活动。咱本会儿童合唱团伫12月25日，就是拜六暗时6点到6点半，受邀到台北火车头后边这个承德路一段1号，就是精湛时尚广场的1楼，大门口圣诞树的头前，伫遐来参与一个用听心来点导用文艺来享受圣诞的活动演出，用歌声来分享主耶稣的疼甲恩典。欢迎兄姐到时会通参加前往来参加这个盛宴吼。咱教会伫明年度开始就咱装备委员会的这个课程吼。伫1月初2这个礼拜日就开始有一个听故事、学习圣经这个成人主日学的课程吼，是康惠公长老、徐亚玲执事、李洪哲执事因来带咱来读圣经、来听故事吼。欢迎大家来线上报名，也是到时就来参加。伫这个109号202教室吼。会通真好的学习。伫1月初3拜1暗时，由刘建良长老来引带咱有一个叫做有袂使毋知的一堂课啦，吼，拢总有4节的课程，就是拜1月初3、初10、17、24，每拜1的暗时7点到9点吼。伫8楼的806教室吼，就是甲咱伫讲咱信主以后其他有关这个民间宗教的代志啦，还是讲祭拜啦吼，还是讲这个丧礼中要安怎来表示咱的信仰，甲来表示咱的挚爱吼。这个是刘建良长老来来教示咱来甲咱分享过来是1月初4开始吼，咱教会有准备这个关系报道的课程吼，就是拜日早起甲暗时有一班，拜四下晡吼有一班吼，就是较早咱早经的时间吼，咱是对牧师团要来教示咱要安怎来传福音吼，这个报名会使这个李淑芬干事来报名吼。以上咱教会也有一个，就是有一寡活动吼，请咱家己来看这个周报内底吼，时间的关系吼，即粒咱要请牧师来欢迎来宾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来介绍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，才有几位。第一位是何云小姐，唔知这里都哦，这家哈，欢迎欢迎哈，是梅幼姐的朋友哈。第二位是叶进和先生，好已经登去啊哈好。第三位是彭之龙小姐，在后边加哈。第四位是邱秋香，应该小姐哈，这样。第五位是赵慧玲小姐。第六位是林梅柱律师，好，别下。唔知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无介绍到。安尼愿上帝亲自祝福，互这新朋友甲咱在座所有每一位，多谢。续接请咱来
吟上言511首，俄罗上帝至权至尊，三合起立，咱来吟全首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感动、夫妻相通，常常甲恁伫地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密道社温共受垂劝。